我們觀想阿彌陀佛，講堂經寫，流貫難尋，亦皆七寶，自然化成。復有百諸摩尼以為交樂，明妙無比。我們所居宮殿，亦復如是。中有在地講經誦經者，有在地受經聽經者，有在地經行者，思道及坐禪者，有在虛空講誦受聽者，經行思道及坐禪者，獲得蘇陀洹，獲得斯陀含，獲得阿那含、阿羅漢，未得阿惟越致者，則得阿惟越致。各自念道說道行道，莫不歡喜。我們觀想講堂左右，傳詞交流，湛然香潔，具八功德，持飾七寶，地布金沙，眾寶蓮花，雜色光茂，微覆水上。我們觀想過欲此水，欲至足者，欲至膝者，欲至腰翼，欲至頸者，或欲灌身，其水一一，隨眾生意，開神悅體，淨若無形。十方世界諸往生者，皆於七寶池蓮花中自然化生。色受清虛之身，無極之體。我們觀想極樂世界所有眾生，種種受用，一切豐足。我們的宮殿服飾，香花幡蓋，莊嚴之具，隨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復有眾寶妙衣，冠帶瓔珞，無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自然在身。所居舍宅，寶望微覆，圓珠寶鈴，流貫堂宇，金盒方圓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虛空，或在平地，應念現前，無不具足。我們觀想其佛國土，每於食時，自然得風隨起，吹諸羅網及眾寶樹，出微妙音，流布萬種溫雅德香。其有敏者，塵勞垢雜自然不起，風觸其身，安和調息，猶如比丘得滅盡定。復吹七寶林樹，飄花成聚，種種色光，遍滿國土，隨色次第而不雜亂，柔軟光潔如兜羅面，
足履其上，沒新四子，隨足舉義，還復如初。彼伐國土，常作天樂，黃金為地，晝夜6時，雨天曼陀羅花。我們當下各以衣歌，城中廟話，供養他方10萬億佛。觀賞眾寶蓮花周滿世界，一一寶花百千億葉，其花光明無量種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圓枉珠子，光色亦然。復有無量妙寶，百千摩尼，影視珍奇，明耀日月，一一花中出36百千億光，一一光中出36百千億法。身飾紫金，相好殊特，一一諸法，又放百千光明，普為十方，越微妙法。如是諸法，個個安立，無量眾生，於佛正道。我們觀想自己成佛威神，於一念頃，往十方無邊淨剎，供養諸法，花香動幡，供養之具，應念即至，皆現手中，真妙殊特，非世所有。以奉諸佛及菩薩眾，其所散花，即於空中。何為一花？花皆向下，端圓周集，化成華蓋，百千光色，色色異香，香氣普分十方世界。十方諸佛，應念受其供養。我們觀想自己遊處虛空，宮殿隨身，無所障礙，遍至十方，供養諸法。我們觀想十方諸法，為欲方便，利益安樂諸有情故，各絕本土，現大神變，講成諦言，勸諸有情，順受此法，汝等眾生，應當順受此法。是故此經名為稱讚不可思議佛土功德，一切諸法攝受法門。若善男子或善女人，得聞是經及諸佛名，
心生信解，皆為一切諸法之所護念。如越行者，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